世界自然基金會一年一度地球1小時嘉年華3月22日約定你由世界自然基金會香港分會 WWF 舉辦的地球1小時，今年邀請到洪嘉豪與 Mirror 成員陳卓賢 Ian 擔任活動大使。日前二人齊齊拍攝地球1小時宣傳短片，並將於2025年3月22日一同見證熄燈儀式。今年地球1小時的活動一如以往的精彩，打頭的地球1小時巡禮，圓洲仔開放日早前已在圓仔自然環境保護研究中心順利舉行，而於熄燈當日下午，WWF 亦將在海港城海運大廈頂層觀景舉行地球1小時嘉年華。除了創意工作坊以及動教育攤位以外，今年還新增設趣味滿載的表演，包括環保同樂大匯演、聯繫音樂1小時和求半小時棟篤笑，讓大眾了解保育的重要性同啟發大家踏出守護地球的第一步。地球1小時年華將於3月22日在海港城海運大廈頂層觀景台運觀點舉行，並透過3個全新環節，包括由著名同節目主持人伍文生哥哥帶領香港浸信聯會寶田幼稚園和神召第一幼稚園的小朋友生動的唱歌表演和音樂劇方式宣揚環保信息。環保同樂大匯演由2位才華橫溢的獨立歌手卓瑩 Mike 及陳鴻祥 Mark John 以 busking 表演提升大家對保護大自認知的聯繫音樂1小時，以及由香港本地棟篤表演者陳樂添以輕鬆搞笑的方式與大家探討同環保課題，並透過邀請現場觀眾一起參與的輕喜劇，令大家反思保護環境的地球半小時棟笑3個全新環節，為大家帶來多元互動而難忘環保學習體驗，同時進一步引證環保與生活各面息息相關。除此之外， WWF 亦與多個單位合作呈現系列創意工作坊及互動教育攤位，當中本地圖創作平台藝想為響應地球1小時2025活動，2位陶藝創作人劉思傲和洪明謙運用手捏技法創3組動物圖塑，包括金錢龜、卷魚和棲息於各珊瑚群的村民蝴蝶魚。大眾將可在嘉年華當欣賞到這些作品，從而加深對大自然的了解。此藝想亦將在嘉年華當日舉辦陶瓷拍瓷活動，以合陶瓷和音樂的跨媒介創作一起互動和體驗，玩音樂 Play Music Play Clay， 重新喚醒激活每一感官。而復修辦館 Repair Cafe HK 亦於嘉年華當日示範舊電復修，參加者可以與師傅一起體驗協助維修的過程，學習可持續的活模式，讓舊電器獲得一次重生機會。除了減少廢外，亦能修復寶貴的回憶。地球1小時嘉年華目豐富，讓大眾在多個不同元素的互動中了解保育的重要性，同時啟發大家踏出投入可持續活方式的第一步。
地球1小時熄燈儀式將於當晚上7時45分舉行，一眾嘉賓及活動大使將親臨現，與大眾一起見證晚上8時30分的熄燈一刻。屆時，馬表演藝術家麗儀 Chantel 沙雪創辦人兼沙畫藝術家胡的以及無伴奏人聲樂團 Senza 將為大家帶來各種連觀眾的精彩演出，一同用心感受環保生活的重盛。